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雅各书第2章第8节到第3章第5节。今仔日咱的圣经雅各书因为咱内底要讲到内底的根据是用现代中文译本，虽然咱读的是读台语，但是文无顶头会限制迄个现代中文译本，咱做参考。现代台语汉语本第738页，白话字圣经第761页，雅各书第2章第8节。我所乱来的声，看伊来啦，就跳伫山林，跳伫岭林。我所乱来的亲像羚羊，是鹿仔，看伊徛伫阮的墙壁后。对窗仔伫看，对窗仔井伫趁。我所乱来的出声对我讲，我所听的，我的美人起来，甲我相交去。看，因为冬天已经过，雨已经成煞啦，遍地的花已经开，鸟仔吼的时到啦。伫咱的境内听见加州的声，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吐出伊的芳。我所听的，我的美人。起来，甲我相交去。我的甲你伫石棚内，伫山岩稳密的所在，求你准我看见你的面，听见你的声，因为你的声温和，你的面生做水，就甲阮掠互你。细只互你就是败坏葡萄园的，因为阮的葡萄拄要开花。我所乱来的属我也属伊，伊伫百合花中饲伊的羊群。我所乱来的原理入凉冷影春长的时，倒转来，亲像羚羊，是鹿仔伫碧铁的山林。第3节第3章，我眠是摕伫我的眠床，找我的心所听的，我找伊也找袂着。当我要起来，四过行伫城内，伫街路，伫宽阔的所在，我要找我的心所听的，我找伊也找袂着。城内顺在的人拄着我问因讲：你有看见我心所听的抑无？我离开因无偌远，就拄着我的心所听的。我劝伊，毋互伊去。听候我带伊入我老母的家，就是生我的房内。耶路撒冷的正查某囡仔，我记羚羊以及田野的老母，切切吩咐你，无得拍醒伊，无得叫了我所听的，听候伊家己情愿。以上，请本堂题目出来讲到题目是内室的爱情。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当把悲上帝，阮感谢主你会当到伫你面前来敬拜。但今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阮透过期待，阮透过毋忘，透过宣布，进入到伫喜乐，因为后礼拜就是阮主你为着阮诞生的纪念的日，阮有伫这献上阮满心的感恩。当阮即个时阵也要相甲来学习，阮甲主的关系会当进入更较亲密，透过阮伫祈祷中间的操练，阮以后要阮的灵命会当更较坚定，更较进步，更较下伫主你的心意，求主你来帮助。以上使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你开阮的心门，会当来听见主你爱阮知的。阮来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大家平安。咱渐渐有即个圣诞节的气氛已经到，因为后礼拜咱就是要圣诞的赞美礼拜，咱要到伫即个福禄馆的所在。那伫来即礼拜咱有几个活动，包括咱本来要伫元白所在，虽然咱无一定知会使袂使，但是咱已经有副案，就是元白所在申请队若无过的时阵，咱希望当伫咱的教会，因为我即个节目咱已经邀请安排好啊。咱阁有即个圣诞老人的游归。但是咱毋茫当100人，咱虽然还袂到，但是大家可能是时间到再会来参加，是啥？咱已经阁下一个报名表伫1楼所在，嘛咱可能刷先会当去参加，会当去遐签起来。因为咱若少人的时阵，可能是负面的即种，颠倒毋是正面的吼，所以咱毋茫讲阁较侪人来参与。拜六暗时，咱伫即个所在就有以松大因做主体，佮加上咱家己的一寡节目。然后直接一个即庆祝的即个暗会伫咧。礼拜日咱伫即个福禄馆
咱嘛有双大的毕业，咱的十一礼拜双大毕业，咱有做有节目，然后有做主餐。像是一个在年底的时阵，咱拢有透过即个现代的活动，伫遐诚做一个喜乐，咱会当得到帮助。但是毋望咱伫这个活动中间，毋通甲看作是一种活动，是一种闹热安尼那定。咱是借着即个时间，借着即个时阵，会当将主耶稣着咱诞生的好消息，会当来报人知。所以咱是要把握所有会当来传福音的这种机会。毋望即礼拜来，即礼拜咱求主掌管伫这个书顶面。但咱继续咧学习，要即个祈祷的操练，咱进到伫最后一课。咱犹原咧问讲，祈祷是困难，还是一个真简单？咱若甲咱的爸母咧讲话时，我相信。即种表面的讲话，咱真简单。早起起来时，会当早安，还有穿了小无，食饭我要出来哦。即种真表面，即真简单。但是咱毋知捌想着讲，咱甲爸母会当真亲密的即种交谈话，像讲我的心情郁卒，我真有喜乐的代志要甲人分享，我遇到什么困难，感情的困难也好，我伫即个公司的困难，还是真侪这困难，咱会当甲咱的即个。你甲咱的爸母会当真亲密伫遐来交谈话，我相信这是淡薄仔就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伫咧。同款，咱的祈祷，咱甲咱的爸上帝祈祷的时阵，咱会真表面化，要食饭感谢，要困感恩，即安尼尔啊。即我看这是逐个人拢真感觉真无啥物困难的。但是你捌将你拄啊咧讲，这真困难，真深沉。你碰到什么困扰？你碰到什么无当明白？你碰到这需要来引出带领时，你会当甲你的爸上帝有这样亲密的这种祈祷话，要安怎会当互咱的祈祷更较亲密？咱已经透过3个礼拜伫遐来学习，这3个礼拜，咱今仔日要进到最后一个课。看这名词，咱就知影大约伊的内容是咧讲什么。咱小可来恢复一下。学习的这种头一个，咱学习的这个内视的祷告，是要甲咱讲，咱的祈祷真简单，咱逐摆就称呼主上帝，就开始就甲咱代志讲一大堆，互上帝听了以后，就祈祷靠主耶稣的名，就煞，咱就离开啊，就不再搁伫这种祈祷的情境下面。但是咱伫教导讲，咱是主耶稣甲咱讲，你爱入去来目室内底，佮关门起来，喺暗中。祈祷向个暗中的即个爸来祈祷，伊就要来祝福伫咱的身上。安尼，即个目视的祈祷到底是安怎？要咱来学习讲，是毋是敢参像旧约中间，以色列人要去敬畏上帝时，是到即个会幕去，到因起好，已经到迦南地就成做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所在的即个圣物，一种进入到圣殿前个一站一站入去，是毋是？这就是敢若咧祈祷的一个赞处伫咧。所以咱开始学习讲，咱来有备心，然后进到会幕内底是先经过这段，将咱家己诚侪活者献予上帝，然后咱去求主耶稣的保惠来使咱都参与经过这个洗濯盆共款，互咱做得的清洁，然后咱诚侪圣洁进入到这会幕，就圣所入去。圣所的时，咱看到陈设边的时，就献上感谢，因为主透过这身心灵的这种供应伫咱身上，咱就献上感谢。佮看见见有这个灯的时阵。即真人台是继续咧发灯，主耶稣甲咱讲，咱就爱做光做盐。即个光需要有油伫咧，才会当继续发光。咱需要圣神伫咱内底，加添咱气力，咱就会当继续做光做盐。然后再到伫金香炉的头前，迄个所在才是祈祷。祈祷出来时嘛，毋通挖咧就出来，你要进入到伫至圣所，因为主耶稣已经将即个会幕已经甲拆开啊。互咱人会当直接到施恩宝座前，所以祈祷出来是爱进入到迄个施恩宝座前，享受甲上帝的即种同在伫咧。在头一课，互咱来学习到祈祷原来是一个进程，然后去到内底施恩宝座前，祈祷出来，你甲上帝有立约，所以你到伫搁倒转来到伫日常生活中间，你就是甲上帝约定，你要安怎大家实行出来，伫咱的生活中间来行。安尼，咱的祈祷则袂甲咱的日常生活脱节去。敢若祈祷是祈祷，敬拜是敬拜，但是甲我的日常生活根本无关系的咧。无，咱来讲信用生活化、信用化就是
就是爱安尼。这是咱头一个，咱来学习到正确的祈祷，乃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这个祈祷的时，会当产生快乐能力的。伊咱看去假设的约翰，伊就是旷野生活中间，伊就得到帮助，然后伊就领受圣神的亲自给伊的启示，伊就伫遐讲天国君啊，咱都要那悔改。以色列人就完全就拢到伫即个约旦河底下接受伊的洗礼，包括耶稣也去洗礼，然后耶稣开始来传福音的时，就伫遐得到较容易伫遐来传福音，因为逐个人知影讲，阮来悔改啊！伊真做耶稣头前咧开路的人，祈祷也会当互咱产生快乐，但是安怎操练？耶稣咧约翰是伫旷野中间的生活来操练，伊得到快乐。咱要安怎操练？咱透过禁食祈祷，咱透过通宵祈祷，付出你愿意本来当享受的，我愿意放弃，迄就是禁食祈祷的意义的。我原来会当食面，但是我怎样不爱食？我要用这个时间宝贵的时间来奉献给上帝，伫迄个所在追求，甲伊伫迄个所在有更较亲密的这关系。旷野的生活，咱用现代就是用禁食祈祷、通宵祈祷的这种方式，会当达到你有能力的。然后咱搁伫迄个所在真望会当甲主有这种真明确的这种面对面的祈祷，毋是爱伫遐来猜谜。摩西就是安尼，摩西伫即个目云中间，甲主是伫遐面对面会伫迄个所在来讲话。当然毋是看到上帝面，因为看到上帝面的人爱死，但是是甲上帝真正伫遐面讲。上帝讲，伊甲摩西会对个哪亲像甲朋友共款，是面讲的，毋是伫遐来猜谜的。咱要安怎会当参与摩西安尼？咱真毋望会当参与摩西迄个优势性，就是咱会当透过默想的方式。透过默想的方式，咱就当达到呢。但是咱袂记摩西，伊伫即个甲上帝见面了落来时，伊面伫遐发光，所以这百姓毋敢看伊。摩西不得就用即个皮仔扎伫伊的中间，然后向百姓来讲。上帝透过伊所讲的话，但是伊转去到上帝面前，伊就要把这个皮仔摕起来，才当甲上帝有这种面对面的讲话。咱常常袂当甲主有这么亲密的关系，是毋是？咱有这个皮仔甲咱挡掉咧。这个皮仔毋是地步，真可能是咱家己的自以为是，咱家己骄傲，咱自私，咱伫遐用家己的意思做意思。我若上帝下我的意思，安尼才算是上帝的意思。若无的时就毋是，因为我所求的是安尼。啥物这就是咱的皮啊？啊是一寡这咱世间的这世俗的这代志，牵绊着咱无办法真诚恳、真迫切到伫主的面前。这皮啊，你有刷掉去无？你若有刷掉去，你就当像摩西共款，伫目云中间会当甲主伫迄个所在来面对面会相见面。咱要安怎操练？咱要透过默想的操练。你毋知要用一个较长的时间，超过半点钟、1点钟，甚至更较久的时间，就伫遐单单思考，会当明白上帝心，甲上帝这心灵沟通啊无？所以伫迄个时阵嘛，邀请讲，咱会当来参加咱教会伫拜六早起的祈祷会。迄是伫2楼的所在，早起7点，敢若头前12个道，其他拢是暗的，然后放音乐伫咧。你家己来坐咧位，你就开始伫迄所在，你家己会当用即个目色祈祷进入到这一站一进入时，然后你听候上帝要甲你讲话无？迄就是默想的使用方法。敢若摩西共款，会当甲主建立真亲密的关系。当咱要想讲祈祷操练有更较亲密无？有更较亲密无？你毋知感觉祈祷会当变得真甜蜜袂？真亲密、真甜蜜的这种祈祷也无，咱今日所用的就是透过雅歌。雅歌，真侪人咧怀疑讲雅歌，这个雅歌，那参与咧讲男女的这种爱情，那会伫咱的圣经中间。咱先看雅歌是甚物？雅歌第1章第1节就讲，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是歌中的歌。就是这诗歌中间，这个歌上介水的这个意思伫咧。不管安怎，伊是咧写男女的这种爱情的关系，那会当加入圣经的正典，
佫会当归你伫即个以色列人认为的即个智慧的册。智慧的册，参像讲箴言，即个诗篇，啊是即个传道书，啊是约伯记，佫加即个雅歌，诚做即个智慧书。对这有智慧的册内底，你袂当去学习的什么？这只不过是男女的一种爱情，为什么会伫圣经中间？原来以色列人是只不过透过这来讲，这男女的关系是男女的关系无毋对，但是你讲到呐，譬如着上帝甲以色列族的关系，用现代来看，就是讲到基督甲教会的关系，还是基督甲个人的这个关系。透过这个对话中间，雅歌中间就是咧讲到这两边，伫遐来回应，只要期待，只要回应，等等安尼是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学习。上时嘛是要互人了解爱情婚姻的水质的。虽然咱最近看见咱的社会真奇怪，讲到即个男女结婚无一定爱男女，即种要修咱的法，佫讲一个多元成家，甚至会当甲动物伫遐来结婚，甚至一个家庭就是若介意，就甲做伙，安就是一个家庭啊，无一定爱透过两个男女的结婚，等等这莫名其妙的代志伫遐所在发生。上帝非常清楚，伫小所在咧甲咱讲，伊创造男，创造女，两个人爱离开父母，爱三个结连成做一个家庭，生团做，伫即个宇宙的中间，伫遐来治理世界。遮尔清楚的，嘛是透过雅歌伫即个所在来讲，为什么一男一女会当三个做伙？因为有即个爱情伫咧。上帝创造就是安尼。所以透过男甲女的这种爱情，要讲到上帝甲人的关系，讲到基督甲教会的关系，讲到主耶稣甲咱人的这个关系，毋茫当透过这个雅歌三角来学习。咱雅歌拢有117节，内底是讲到6首的这种情歌伫咧。咱今日所要看的是第2首。咱若看头拄仔咧讲到用现代中文译本。这较新的这日本中间，拢有写着第1节开始，顶头写着第1首；第2章的第8节头前就写第2首；第3章第6节底下就写着第3首。第只有一寡这情写这爱情的歌伫咧，有这个新娘、有新郎的对话伫这所在。咱今日所讲的是第2首，咱毋茫要来学习祈祷，会当进入到一个参像爱情这种祈祷。你会当看迄个祈祷是一个真甜蜜的，甲咧谈即个恋爱共款，会当享受甲祈祷中间的即种爱情伫咧。咱首先看为第2章的第8节开始，咱看的是咧讲的，就是即个新娘，伊对即个爱的即种听候等待的，伊伫遐恋慕伊的即个所恋慕的即个新郎，伊伫遐讲出伊的期待。讲出伊的渴慕，伊的即个听候伫咧，所以第2章的第8节，伊就伫遐来唱讲：我所恋来的，阮所恋来的声看，你来就伫山你跳伫即个岭里。我用华语版来讲是，我所练华语版底下讲，我听见了爱人的声音，他爬山越岭向我奔来。那参像即个新娘，伊伫遐想象伊的即个爱人，已经远的声，对远已经传来，伊的人嘛已经安那搬山过岭，要向伊真热情会走来啊！这是头一个伊所伫遐唱的，伊搁伫遐想象讲，伊的即个所恋来即个人，就啊参像羚羊，搁参像鹿啊，迄种真帅气啊，真安尼俊美啊，搁安尼真紧，会当要到伫伊即个所在来。佮看见讲，毋难安尼，佮想象伊已经到伫伊的厝啊，伫遐徛伫即个伊的墙边的所在，伫遐咧看伊内底，因为伊的门已经关掉伫咧，所以伫遐来想象讲，即个新娘想象着即个伊的爱人，那真紧飞到伫即个所在来，佮伫遐要向伊讲话。所以咱看第2章第10节后壁就开始伫遐来讲话。但即个对咱有啥物启示伫咧？参像即种。诗歌，还是参与这种无明讲的这物件，普通人咧解说这圣经时，咱拢一种叫做语义化，还是灵意解经化。这有含到真困难的所在，也含到真
真会当互人想象的即种方法，就是即个讲应该代表着什么意义？真侪即种灵异解经法的时，人真惊的用即种方法，因为在人的意思开始咧解说圣经啊。解说圣经是到底对啊毋对？真恐惊毋对。但是咱加在，咱知影咱圣经中间66本中间，除了即个雅歌以后，各有65本，真侪人互咱做参考。咱伫这灵异解经，还是咱语义化解经的时阵，其实咱袂使脱离这其他圣经所讲。所以，即个咱若用即种方法来讲的时，咱会当讲，基督就是咱的神，是个神龙伫咧。咱就当参照迄个神父伫咧。咱较咱的根据就是头伫即个约翰福音的所在，第3章的所在所讲的。行说咧，约翰讲，人问伊讲，你是毋是迄个基督？伊讲无，我所听候的，就是我哪参像迄个，我咧听候迄个新娘来。我看见新娘来的时候，我就是见啊迄个人，我就非常的欢喜。即个意思伫，所以咱上耶稣甲咱的关系，就哪参照即个新郎甲即个新娘的即个关系伫。咱若是迄个新郎的时阵，咱要向咱的新，咱即个新郎，咱若是新娘的时，咱要向迄个新郎来祈祷时，咱让参照圣经雅歌拄啊所看见迄个无？迄个新娘安怎渴慕，安怎期待，安怎咧听候？伊伫遐想象着伊的即个所恋来的人，已经为远远已经来啊，搬山过岭过来啊，已经到伫伊的厝，伊的即个房间外口，伫迄个所在咧看伊无？伫遐要开始甲伊向伊讲话无？咱向耶稣伫遐咧祈祷时，咱有亲像即种较无伫。我到伫主的面前，伫遐要祈祷时，是知影这祈祷向迄个远远的即个主伫天顶的主伫遐来祈祷，伊伫遐要到伫我的窗仔门边，伫遐来听我祈祷，要伫遐来看我。这是头一个，互咱来思考着即个新郎、新娘伊伫遐即个听候的即种情形，互咱来思考，咱甲主的即个的关系到底是偌？咱有即种较无啊无？咱看见新郎伊的即个回应，伊第一回应是伫迄个所在的邀请，咱看见伊非常兴奋，伫迄个所在出现了时，头一个讲就是讲，我所听的啊，我的美人啊起来，甲我相甲去。法语版讲起来吧，亲爱的，我的爱人，跟我一起走吧。哇！咱若咧恋爱中间的人，听起个另外一半，那用这种听的这种邀请时，咱毋知感觉非常的甜蜜。只干咧等就是等伊的电话，等伊甲敲一个电话，当伊敲来讲啊，约什么时间的时，咱伫倒见面时，哇，你就开始充满了迄种甜蜜的这种感觉伫咧。这个新郎毋难佫开始讲，伊讲看啊，这个冬天已经过去，落雨嘛已经煞，开始花已经咧开啊。鸟啊，开始伫迄个所在咧啾吼啊，然后佫看见这无花果树，看见这葡萄树开始咧开啊，迄是一个春天到的情形。歹的日子已经过去啊，春天已经到啊。这物件，这歹的天气，这物件袂诚做咱的主动啊。你都要来，所以这新郎伫遐所讲的啥？冬天落雨的这季节拢已经过去啊。这不再诚做主动了。这个是咱看见，这个新郎提出来这个邀请伫咧，然后伊就说了讲：来啊，我所听的，我的美人啊，就起来来甲我相甲去。新郎搁一摆伫遐来邀请这个新娘。那呢时，这新娘当然袂拒绝，因为已经听候真久啊。新郎搁继续伫遐来讲，伊真毋望。会当听看到伊，会当听见伊的声。伫即个所在所讲的，就是咧讲咧，因为你的即个容貌美丽，因为你的声温和，你的面生做水，所以新郎就真意外会当去见到即个新娘共款，佮说了讲，真小心，甲伊提醒讲呐，你来注意迄个狐狸，即细只狐狸，就是要乱咱即个葡萄园的。当咱来佮倒转来看卖。新郎若是迄个基督，新娘就是咱的时阵，还是教会的时阵，啥物要提醒咱几样代志？提醒讲，咱享受迄种季节，冬天较寒的日，较热的日，落雨的天，还是啥物天，咱就诚做咱的主动的。只是所在新郎甲新娘讲，冬天已经过去啊，
落雨的季节也过去啊，鸟啊开始咧叫啊，春天已经到啊，无啥物物件会当真做咱的主动，你来啊！但是说如讲啦，你要注意有即个狐狸一个，搅扰你的狐狸，即个狐狸你要注意哦，伊搅扰伊要破坏你的即个葡萄园一个，咱来问咱看卖啊。耶稣来甲咱呼叫的时阵，毋知有啥物狐狸，咱的即种扰乱咱的小狐狸无？即狐狸到底是啥物？是毋是一寡要出门的时阵，朋友敲电话甲你烧酒要去，是毋是即种的声咧甲你扰乱着？啊是毋是咱应该障碍最好的代志无做煞，所以要利用即段时间来做，占着即个主的时间伫咧？啊是有啥物其他的？到底有啥物物件吸引着你，比吸引着较主相见的即物件？迄就是你的小狐狸伫咧。你有啥物小狐狸在困扰着你？若无的是，你要安怎来回应着主即种目色爱情的即种邀请无？咱看见是一个新娘，伊的脚步，然后新郎就发出伊的即个邀请伫咧。当新娘安怎来回应？新娘伊就伫迄所来回应是讲着伊的即个脚步伫，伊伫迄所来无伫遐来假sen伫遐来伊就真坦白，伫遐向要安怎来讲起伊对伊即个恋爱的人，伊的即个脚步伫倒位，伊就直接来表明讲，我所恋爱的是属伫我嘛属伫伊。别人你袂使来抢的，伊就是我的，我就是伊的。伊有即种真明确，伫迄所在来表明出来。然后伊即马无伫我身躯边，是因为伊有代志啊，伊咧顾伊的羊群伫咧，所以伫遐来呼叫讲，伊会当伫这天暗的时阵，啊，即个日头已经落的时阵，你会当亲像即个羚羊共款，倒转到伫我的即个身躯边位。伊伫遐继续去讲起伊的即个，伊的少年，伊的即个话伫咧。伫迄所来讲，咧困的时，伊嘛咧梦见伊，嘛咧找伊到甚至佫到去外口去找无，佫伫迄个所来问迄个收件的人，你有看见我的爱人无？我所听的无？后壁当然无写着伊的回应。现在迄个人也毋知你所听的人是啥物，嘛感觉无必要即个回应。伊伫遐是伊会伫遐开始伊会想，然后我做梦的也伫迄个所在来咧找，到最后时阵，甚至想着讲，伊已经离开即个人以后，是马上看见着伊所听即个人，伊就甲啥劝伊，毋互伊去，佮甲掠条一个，带伊到伫因的即个厝去。最后，伊才佫伫遐来讲起要求，就是毋望遮个住伫耶路撒冷的遮个查某囡仔，毋通伫遐来扰乱伊，互因会当伫遐有真安静的。即句话是伫第一首诗歌、第一首的即个情歌后壁是嘛，伊往讲着这。但这是对咱今日所读即个圣经一个描述伫咧。伫遐咧讲着一个新娘，咧毋望伊的新郎，伊所听的即个爱人会当出现，就开始想象，真较无伊会当搬山过领过来。佮已经到伫窗仔门边，伫遐咧看伊，佮毋望伊会当出声来邀请伊讲来啊，缀我来啊！因为安怎？因为已经落雨已经过啊，这无好冬天已经过去啊，阻挡咱的门已经过，所以你都要来。然后伊就开始看见，这是伊毋望伊所听人的即个邀请伫咧，伊就开始做出回应讲：我是啊，遮尔的少年你，我是属伫你，你是属伫我的。然后咱看见即中间有几项来看见，即个新娘伊所表现的是啥物？就是敢若咱甲基督的关系，毋到亲像安尼无。第一个关系，伊伫遐讲，我所恋爱的属我，我也属伊。法古班讲，我的爱人是我的，我是他的。你甲基督的关系，你有安尼确定无？我就是主耶稣，你就是我的救主，我是你的百姓。我是你的门徒，我是你的学生，所以我要学习你所教示我的。我是属伫你，你是属伫我无？你甲主耶稣的这种关系有参与遮尔亲密的无？第二个看见讲，即个新娘伊安怎伫迄个所在脚步？伊伫遐看见伊的即所听的人无得离开伊的时，伊讲去倒转来，我所恋爱的啊，倒转来，倒转来。伫遐看见伊的脚步，毋那呢？讲我迷是
摕伫我的面床的时阵，我伫遐来笑念，找我所心所疼的，这看起来伊会笑念。伊安怎思念？法务办公夜夜躺在床上，梦见我的爱人。咱甲基督关系有遮尔啊较深一点，然后有伫迄个所在常常咧较无，常常伫迄个所在咧笑念无，啊是找无的时阵会安那伫遐来咧想无，来咧要敲找无。听讲我当要起来四过行伫城内，伫街路，我要找我的心所疼的。法务办公，我寻找他，我走遍市区，穿越大街小巷，我寻找我的爱人。咱常常会袂失去的心，咱常常碰到问题的时，你是超找主耶稣，还是超找你的好朋友，还是超找其他遐认为敢若靠底去，却袂记你是主啊无？你找到以后时，你是需要时才找伊，还是就甲牵条伫咧，无放伊去无？这新娘找到这个新郎的时，伊伫遐讲我牵伊，毋互伊去，直到入去我的这个目色内底。咱对这个诗歌中间，对一个新娘甲一个新郎，因两个对话中间，咱伫遐来学习，咱甲基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教会甲基督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咱有真正伫遐较无主耶稣临到伫咱的中间无？还是主耶稣知影咱的需要是，伊甲咱发出伊的邀请的时阵，咱有参与这新娘搁落去的这个回应无？我的关系是遮尔亲密的，我是属伫伊，伊是属伫我。我伫遐咧较无伊爱伫遐咧笑念，搁伫遐咧敲找找着以后，搁伫迄个所在要甲牵条的。咱甲基督的关系，就哪参与新郎甲这个新娘的这个关系伫咧。所以，要咱知影讲，其实基督的操练中间，搁有一站就是这站。这站就是讲，咱的基督会当参与讲，伫咧恋爱共款无？这是一种爱情的，是咱人会当足容易了解的。咱伫灵性情，咱无一定会当遐了解，但是讲到爱情，大人拢知影，大人拢经过这段路，所以是一个上爱深沉的一种基督的这生活。咱毋知当放下迄个无必要这基督。足侪只恳求主安怎，咱会使暂时放下无？咱会使单单敢若甲主来建立亲密、甜蜜、爱情的这种关系无？伫基督中间会当单单来亲近伊，来爱慕伊，佫会当伫迄所在较无伊伫，会甲伊会当伫迄所在来联合的。但这毋是干那咧讲，若定咱会使操练，所以这时阵我要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咱甲目睭开开，然后我带大家来做这个目色爱情的这种基督的操练。这分做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是默想，你目睭开开，开始来默想，牧师会用圣经再甲咱讲。然后第二阶段是来做出回应，你会开始来默想，主耶稣已经亲近咱了。就哪参与这个新娘讲，我听见我所恋爱的人的声，伊搬山过岭向我走来。主耶稣已经亲近咱了。主耶稣毋但亲近咱，伊搁咧看咱。就哪徛伫咱厝的这个墙边，为窗仔门咧看咱。主耶稣已经亲近咱，佮已经咧看咱了。主耶稣毋但看咱，伊阁甲咱发出伊的要求，伊的邀请，伊邀请讲：来啊，我所听的来啊！因为冬天已经过去啊，落雨天嘛已经煞了，所以起来会当到伫甲我三甲做伙。你有进入到伫即个情境内底，主耶稣咧亲近你，主耶稣咧看你，主耶稣咧对你讲话，发出伊的邀请。那即个时阵，咱来回应，咱的回应毋会当亲像即个新郎、即个新娘伫遐讲：我所恋爱的属我
我也属伊。我所乱来的倒转来，主耶稣，我属伫你，你也属伫我。你阁毋知会使对主耶稣讲，我伫迷时体伫我的面前的时，我找我的心所听的，就是主耶稣。我要来祈求你，我要来靠步你。然后，佮对主耶稣讲，我要去你，我毋互你去。我已经找着主啊，我无要放你走，我要去掉伫你。白色爱情的祈祷，就是对别想主耶稣已经亲近咱，主耶稣来看咱，主耶稣会对咱讲，要邀请咱会当甲伊做伙。咱的回应，毋知会当甲即个关系来建立。我属伫你，你属伫我，你是我的救主，我是你的学生。然后我要常常来找你，我有较无的心，要来倚靠着你。等阮倚靠着的时阵，我就袂要放离伊，要常常去掉伫主。咱当把目睭开开，白色的这种爱情的祈祷，就是亲像安尼。你一方面想象主耶稣，那亲像是迄个新郎到伫即个新娘的所在，伫遐发出伊的即个呼求，伊要来亲近，伊要来看到，搁要伫遐来邀请。咱诚做迄个新娘时，咱要安怎来回应？咱会当回应讲，阮的关系是遮尔啊确定，遮尔啊亲密的。我属伫你，你属伫我。佫会当伫迄个所在讲，我事无，我较无，我要祈求，祈求的时阵，我要安怎伫迄个所在无放离开伊，我要来去掉伫伊。祈祷会当诚做是一个非常甜蜜的物件，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感觉伊是一个交代，就是爱祈祷那定，无祈祷伊是一个真甜蜜的这种情形伫咧。这个甜蜜会当亲像你咧恋爱共款的迄种情形伫咧。但毋望咱每一个人会当常常操练这种目色的这种爱情的这种祈祷，互咱甲主的关系会当愈啊更亲密、更甜蜜，就亲像咧恋爱中的这种情谊共款。我相信无人要拒绝迄个恋爱，咱要拒绝的真可能是恋爱无成会失恋。但是咧恋爱中间是每一个人拢享受伫迄个恋爱中间的这种情形。你甲主的关系，嘛会当进到安尼，毋是干那一成不变，咱干那常常咧向主伫遐咧等咱的问题出去那定。你谈恋爱绝对是互动的，两边互相伫迄所在讲伫虚无的话，讲伫即种真造就的话，袂伫遐讲即种负面的话伫咧。毋望咱伫即个祈祷操练中间，咱会当进到伫即种上界深沉的即种祈祷的即种操练中间。咱虽然即礼拜咱无即个小组，但是有即三个问题，互咱会当伫遐来思考。讲如果耶稣是咱恋爱对象时，咱毋知会安怎去面对伊。第二，如果祈祷若亲像讲咧谈情说爱的时阵，咱要安怎来祈祷？第三，你爱如何来操练咱个人的这种目色内底爱情的祈祷？望这当诚做咱逐人伫咱咧灵命操练，伫咱要互咱的这个祈祷会当更较进入到深沉，甲主建立更较亲密关系中间，这四摆主你所讲的，会当诚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阮透过四个主日伫来学习祈祷的操练。阮知这祈祷毋是亲像阮平常时所知影这祈祷，这乃是一个圣经中间更较深沉的这种祈祷。不管是要透过祈祷得到快乐，不管是亲像摩西伫这个祈祷中间，甲上帝是面对面的伫遐来咧讲话。
还是亲像即个雅歌伫遐所讲的，新郎甲新娘就是基督甲人教会，还是基督甲人的即种对话的即种祈祷心。阮以爱即个祈祷，诚对是一个甜蜜的祈祷，是一个真若参伫咧恋爱中间的情流的即种祈祷的三对话。求主你帮咱，毋通透过安尼操练，互咱甲主来建立更较亲密的即种关系伫咧。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是咱当时讲主所教是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呢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